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顶日去参加白色恐怖追思会，对事包括中国间谍5级等人引起争议哦。有民间的转型正义团体是真不满，因批评国民党以中国间谍来解释白色恐怖，是颠倒历史，是非常的恶质。 当期关心转型正义的519行动组合召开记者会，因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这个月初去参加一场白色恐怖的追思会。追思的对象之一包括中国间谍5式。研究白色恐怖的历史学者认为，伫咧追思白色恐怖的场合追思中国间谍，完全是咧颠倒历史。白色恐怖的真相是，当初有千多位无辜的受难者去互人枪杀。我是认为讲。 咱台湾的社会要有家己的主体历史意识。519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共谍嘛，吼，而且是国民党家己无能嘛。国民党就是利用这种的对历史的滥用、乌白用吼、乌白斗啊骗选票，我看这是足无应该。 由关心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筹备小组转变做519行动组合的民间组织认为，国民党讲起来应该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唔是受害者。而且中国间谍也唔是过去的代志，现在台湾内部也有真侪咧替中国做代志。国民党嘛爱汲取历史教训啊！你跟中共合作，绝对没有好下场。这因的历史都讲得足清楚啊。 很多的匪谍都渗透到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会从中国大陆瓦解，被瓦解，然后败逃在台湾。另外，民团长期以来也一直推动，希望将519白色恐怖记忆日列做国定假日。但是，进前国会咧讨论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时，却无甲伊加入去，互真侪受难者感觉真艰苦。所以，若要求立法院甲即间的纪念日加转来，袂当因为政治立场无同，就甲白色恐怖的重要历史抬掉去。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